个李学生刀子自去，总要这样大大的一份儿力，千岁爷特本欢喜，怎愿对他个太平若令，特再太小，命我另建一个笔处给他。这是吏部一无空缺，这便自无自好。金库君子李俊生，这是平凉太守，再来领取官聘。若是李俊生，再来领取官聘。哼！您姓李，姓李，叫什么真的？李九生，李九生。娘啊，娘！回去吧，不必再来了。平凉师傅已经有成了。这平凉师傅明明是我，怎么会另有他成你？不错，原来是你。可是天岁爷使你去盗财官，不得另为他们了。我要面见千岁太子。没有天岁爷的生气，就是这样也不会敲门。看英雄人生，莫非受了什么委屈了？千岁爷把我平凉知府的官兵发去给人了。英雄，恕我之意，你大概上下都有，忘了通用一下了吧？李大人，李兄三对。官令在此，送你的平凉太守去吧。公公。
官位御史才当道，被为官也下勤劳，把娘亲子放在民间，不送到民国宝。但愿菩萨多保佑我弟弟平安，在何乡。
自己
心早被丢弃掉。我弟弟满腹文在手上，那流尽一肚子草春红包。今日我无非担心今夜报，正则千里不能饶。你把为父今日的娇贵不放了吗？弟弟，这都是为了你呀！弟弟，儿啊！你也曾自己幸福美平等，不曾为荣成长。眼空不见有他了，凭个笔筒用错本，为什么？为什么？今日如年有脾气，可人现在是一回。发上山我去天城，你能去滚滚一片秋上前，今日为母两你大。花日大哥大弟，可能见到我说了在自己一个包包人啊！大哥大弟，你心中明白，这老帮啊没有个不叫正快，功劳之中有一个两金子，还有多金一封，这金子乃是替我所在的性命钱呐！就是正快，不仅帮人在此，不铁这是你什么的生病的？这是你曾经祈愿呐！
去，命不保。你放心，我今夜另晚他。弟弟，家父转回来，做儿一生就。
姐姐啊，他是舍不得开的，我来挑明了吧。这件啊，不是姐的，不是姐，是妈。姐姐，这是真的吗？姐姐，姐姐，你谁呀？姐姐，姐姐，你谁呀？姐姐。啊！我姐姐不能妈呀！我也谁的了？只要我啊，再趁他2把两大家这里买下来。我也为弟是你们好，我姐姐不能拿呀！小弟弟，小弟弟，小弟弟，我家是开民宿的好人家，我爱他去呀，因我女儿做官，你尽管放心就是。我姐姐不能来，我家里这的王儿在江中，也是今天娘子能对他要我滚要问对公，娘名字张张进，娘的是天花教育人，妻子是公公华人。这2不了你们您在此，你们姐弟2人好好的谈一谈，快准备一下，我到哪边姐姐去？我姐姐不能来，那是嘛，我有这样听了。妈妈，你不能来，要来我，要来我。
人妇女都是不你不能再把自问定自己，让自己的命苦在官场的，只要你各自去看的。斗牛走马不愿
击鼓唧唧，美声吟，有苦不论恨根深。我弟子随地就官有丧命，我弟子随兵自己去美声吟，自许泪吟，他叫我原谅自古去苍心，不如弟弟一片心，梅花春日念得紧，不如弟弟一片心，进去问张生家问，不如弟弟一片心，自也自己忙定，不如弟弟一片心，正日红蓝天气正，又早要挂望金眼睛，杀春棍不留情，又早要挂望金。定杀春棍不留情，
一个有才有貌、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叫李素萍。你们做姐姐的呀，快去观赏观赏，快去吧，她来了妈妈在等我3年等，怎么等3年？姑娘，我们门户陈家靠着官律过啊，怎能等个3年啊？调动我的心里再也生不起来了，何必再等3年呢？妈妈，3年之后我可以写诗来本为你翻别。妈妈，我家远远等4分，再有3年正当的。今天此话你心烦，此事却不有根生我的事。我不怕你多才女，来分又是多光你，就是一个人生样，
该问一天当阳人，当年之人我何能为你？早来这个灯花厅，你这一个十多年往夜晚人，更一个你这是买一时一封，咱要问你就问一篇。当年，亏你这个是口呀，不怕人家掉掉牙齿。妈妈，你看，是如方水书写，梅花转心。妈妈，这是我的此事文章。妈妈，你看呀。这样子一家子啊，这等过东城母鸡登凤凰，地大王居边地，王宽不到自己，那一副回来不来笑，下来人。姑娘也可儿闹在场叫，妈妈我从来下不高，你咋这一步一冲，我送你一条彩带付一朝。他孤舟平断剑，夫妻不怕把人自抛。才女岂不是生不那
真是我冤枉在先。早是3年之后负重买你的份上，你还不听我的？成了一个仙女了啊！外面那些大官人啊，要出3两银子买你1天子了啊！妈妈我心疼，从今日你就改名叫陈三娘，不卖笑，不卖陈。不行，眼泪不行，妈妈，怎么过去了？点心贴啥了？老点心，点心贴啥了？点心贴啥？点心。
到的徽州乡了，这是加了羊号，这位表弟送来。你再赶紧送些宣纸来，我妹妹真是有你。好。妹妹，这是刚送来的香火一样啊！你的多谢谢吧，谢谢你了，多谢谢，多谢谢。在话为官记住好，遗忘记的国国情。
自己成来200两银，从我弟弟出户城，还我弟弟听他名。为的托那地，今日你曾经为的当国王，那你归我金财命。弟弟我有的，弟弟我有的，我有的，弟弟。弟弟。梦是像山的呀，是啊，人都是不关注的，大家都要听弟弟，要听弟弟。儿啊，妈妈一定帮你找到弟弟，一定，只要你儿经过多细问，很快也是哪点好的呢？哦。你就是郑快郑公子，你是包子见过的他非你怎么这次我却忽然来了？哎，真是一言难尽啊！不家为难不中子，希望月中娘就此。来无听，就听风雨；归无地，不来雨。全是虎狼不可怎会？你可不能消动啊！此一是此，我也无奈呀。我念做你也是这里。他不厌弃，总之为你就做我的弟弟吧，弟弟。人他娘亲的死里，在梦里死了的你，恨你。弟弟，为你生气，我勇敢的。
眼底万州明着万要当今主考，今晚万要生死之光，轰动世人。这年间你可经过美丽人情，父母曾亏他现今，在你儿有曾负你的曾亏的此与无生，以为我一腔心血泪情字，7年10月埋同恩，今日见红了。传年的姑娘与红刀却不是，与会言人不功名，不功名。夫妻难停，
幸福报边，作为工人谈子谈弟弟，即使循规修情理，家如此比，谁来问？当年我见王梅哦，经上曾妻钱用无是人，30日故地多居闹十里，名誉乡邻来报应，孩儿我奔发多次苦用功，自立自强傲人人，金秋顺风归思乡，孩儿我立志奔发去敌人，儿子王10年辛苦一次归，动荡的去能成名，到那时儿要自无本，保留虚荣，兵力从政立家门，立家门。有人好梦，梦难尽，不想起弟弟分离的时不恨，高高默默我成了断肠人，离恩匆匆才心关，思念情意有段问，这月云衣也有情，胸膛有为的神，恩的他岂能够他的爷爷空思念，现在是想着他天涯海角把地心跟随他风雨他日子一能等候，不停
落水亡命新年生，遭风动乱起风雨，如今虽是无了法，能归因子要无惧。等不了思念种种要成意，一成地对着两道眉间一根针。哎呀，他婚成功里我父成冤碰的真会呀，大官真轻松。哎呀，你这位自保大上姑真是财运亨通，宽往日那样的钱哦。老了，头发都拔啦。老三老乡今朝外面走里面好。是啊，每次经上路过五平洲，都要来逛逛紫城园。是啊，管你家三两姑娘，妈妈，三两姑娘好吗？听说她身居外门为生。哎呀，张大官人哪里知道？始终等快上京之后，三两他文章不写，因着难尽。唉，这真是年华不多，年年有，烦恼不根，日日生啊！妈妈，既说三两姑娘立志不肯为唱，那你留她无用哎！莫怪我当成送礼，无意送病啊！哦7年啦，怎么？我丈夫曾万是那么一句话，愿称1000两，对他做过3万。哎呦，你这不是在耽误的要件事吗？妈妈，青色神魁封了长院，封了8府姓哦。三两姑娘至少是要跟他走的，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妈妈，我看你还是还记，等一会我再来听你的回音啊。1000两。幸亏在此之间，我有当有马，不让他做事。如今他要是真的中了状元，封了京外，一定要把3两逼去地呀！我才是当天月龙放天风，欺负成才两头空。我的不放陈三两，他真亏知道是难用。好在那位自保上，都把三两来宽中，家家高不偏成教，管他妻子年迈翁，
我一面光夸把善良美，一面抱起大人中，记得人陪你高度，叫他关心去相容，自不强在天相守。已曾经我远走高飞，逍遥他乡万事那这一程风好一步很容易也曾经红颜满云把发善良被骗到长水，只好当一顿小配关衙门。情深似水，一恨，就是当年一同名。原来武定区富城县有一烟花女子，名叫郑善良，被美于此宝上张子成为妻。苦着问其让年底无红的裙边，而无滚边银线，还是问其之中，还摘了张二不良一票。分明是要本地非当婚姻，将那女子顿与他为妻。这算不算吞赃？这算不算是亏？这女子谁也罢，不谁也罢，那妓女能挑他虎坑，终日也件好事，本就理当分的。当时内安家28年，不与我心缠成一不赢，花枝叶下空上刺，莫非是眼观不义是有人？我怕是太私心也良，叫我离亡命哦。这年路怕早看苦，一朝蜂拥得成心。我乃是新官出大人，引流却闻名，我从是被所谓有错心，长久有时不穷衙门。
苦修本文的清灵。我想得太多了，一女容娘本好事，修人一生来一人，妻子有道不尊尊，莫上千里见公真人。太让了。很高儿很多不成地，我是上方有家西的。还未到出上宫廷，见识在不成错，本不远的。大老爷在上，小女子身善良可敬，真善良。是谁将你卖于客商？当家宝儿，既然如此，理当跟那客商前去。小女子不愿前去，他对容良与何不好？真是不愿。小女子有下定决心，用一将来。大老爷用之所以在天路公分，我不愿下边的他人，买本的成了小辫子，在宝剑三两轻把针。镜子里宝儿穿在美良的，环地里将我埋于当子城。那老他年轻确实是疯癫子，我三娘24岁真心成人，有道是真父母辜负子人，老夫早期真太混，真善良，将了老客虽年轻气人，可他那是私道当人，家在办官。你到他家有相不尽的荣华富贵，有哪一点不好？荣华是言，富贵是云。小女子的心不会对那荣华富贵所动，你莫要错过这种良机会。我宁愿为父承认，也不跟那张子成前去。无生，你官员落水为妻，岂不也与你父母养有此恩？小女子虽不奉正，差一人当着廉耻，将那张子成一桩这事向我偏来到此，我咋确中于他，都这也非敬仰将我之恩义。大胆！刚刚自报上好意说你动粮真是偏蛮，你的非要将水母定用大营胜利。大老爷，你七次三番苦苦对我在那张子成前去，我替大老爷得了他的好事不成。一句话触及我心底，倒叫梦你安戚大3年
老客送我一票，无非要本着将这女子送与他为妻，我在为此当这个好歹。真善良，你到底去死不去？大老爷，为官理事公道，不图名利最为高，少变情不须分明，我把自己都颠倒。那本叫你尽管尽当真说保守功劳是我了的，来呀！真善良，你到底去死不去？就是大老爷却当小女子，要是刚到家境，我也就不便去。好一张立刻，大老爷与文妻写得明明白白，岂为却多了呢？请问本期上可有小女子亲笔画押自由，可有官吏引出这本就知道不然。这本期是无定对所写，要给官吏也有无定对所给。你是设计长者，只怕你给不得官的之苦。真善良，你虽然不肯离开无定之，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别不牵挂，无定之有我的兄弟。哦，我明白了，这老爷去把你兄弟做来，和你一同针对那客上前去，比你也不少的相见，你看是何？我那兄弟是怕你算他不懂，不是，当
让常这个衙门，难道算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人。你兄弟做官的，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不但做官，还是个大官，总不见得父母一样是一个无凭之妇吧？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衙门比你还宽，机关比你还高，难道是赵林清查不人？真是大不敬哦！陈德良，你那兄弟是哪人送去哪人硬是盯着你的夸夸下来，这个一查出难免使用大刑。大老爷，请讲。我兄弟家是年间中出去，一头年间的儿女，就听见金八部山东茶坊是大名，大东他是哪一个真亏就是兄弟你。这个他一晃里家别女，那是他兄弟的恩怨真大成。我知道凭空得来人而不对治他父破天理。我们可以混住困住。哎呀！我在想，我想郑奎大人素为平安，岂肯让他积极若谁为己？看来是我将他当尽了，他归了平安来想我。真善良，你沈大人可是一目不动吧？第一，莫非是说把嘴里也不是？叫你与沈大人也不是动刀，虽说二不是说不定，分明是心口无言，气别不是我女我万女下定必定。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无人，虽然天地的患了与公子相投，患难相识生死意，为是陈奎若真气，不知故他发生何之本。我言那是今朝是少的人，烟花女我亲自做先生，地雷也可随机灵，数年岁月苦必定，大业为是出京城，且西城赶紧家访东头请他一闹，他不但是沈大人的恩弟，还是沈大人的恩师。不想这女子有些也能一日有地，可以交不出上元来呀。沈善良，你自称是沈大人的先生，不知你教他些什么？小进士指示大家，叫书法梅花传题。梅花传题？像这梅花传题，我弟弟能写，难道他也能写的？沈善良，本罪要看你的梅花传题写的如何，可
被当当跌了。请老爷私血给你来，去问王四宝与他。请老爷多次也是郎好，再要一日何用？小女之子有脸的，当真能写梅花断题。你上去去死了！来，其他人。小小学生过，自己是郎好，老在当官时，就是大人大。世界之大，无奇不语，我细细三岁能解，身家也能解的，我杀把烟花女子口人为弟弟，是不落得个小像我家专有领子自被周易古今外人不是，不妨问他也尽在身。来，将本子的周易古今取来。邓善良，本妃问你周易古今，你可通晓么？刚才有不是些梅花断题，只需有本周易古今，我给他。不，各位，我立志动，各位才是当过，你真不为法，老爷不算本嘞。已经落了四卦的二十个卦后名是怎样讲的？第二十八卦名为大夫，里有冤枉恨。是啊，苦养身体，老夫的早起无不利。按此而言，老夫早起没有什么不利呀。老爷枉的精神精算断句不明，瓜命大夫是这大大的过错。话本老夫的早起不作利。福是这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就是他有个日乃是大大的不吉利。第二十八卦是这老夫的早起原是大大的过错，是大大的不吉利。陈三娘，你此种世界是从何而来？小女子是懂世界，子无一家，与众不同。你说的是哪一家的金子分？家有祖传，历史之分，共有几卷？共有3卷。现在后子教育是有条件就算，后来都是历史受力，什么天不一言。快走！准备亲自出山。
你还上走到你还上走到儿不了。见风明气斗，不烈绝分。只觉得长城关就可当初因这头心不痛，至今我心家不独亲陪，只不过人心中有埋小人，也是埋分点滴要几度趁你的莲花多浮尘缘中等等散了想你理不明，起的泪想他你
欢唱夜多苦用心，其实那这多的小贼想苦只盼他即使学着高东这盼那夜下不了情深相逢。常言道，小妹与老身内心想不到，你真的是这个关系。你鲜花女子到今吧，你家子当官之身。多分清，山上无沙就流金，农人灰黑里里，山上官报背不虚，山上买个放真真，好了走马上要出去，压着你用茶饮，你是母灵之魂，切个木匠，就见望清水，听在身上，怎样成给这家。冤却死的老夫兄弟被糟蹋，你我哪人道？受伤了，恩信在上，是小弟不放。来，这是当年的身份，还是今日的身份？恩弟，这时候应该是当年的身份，我完整的记忆一般，都是今日的身份，我就是不起了。小弟乃当年的hoàng khôi。见如亲戚。我派人到武林镇去，那当家宝儿生意不才生事，但不知又是何来到这长州衙门，在这里当官司。眼里可有您自己一些为地啊？要他无用，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卖于张志成，我不愿见去。谁知道长州之主他穿上都会。兄弟将跟我见，现地上有银子，冬夜却与诸位老爷，也是姐姐对对哭也。
就知府。为官主子太不该，欲有胸襟传贤才，故此三去地难清川。来呀，与我三去路上冲下去！走！恩弟，他就是你这番多年的同胞兄弟，这听完不发来定罪。恩弟，李凤林团上王法，本应念吧。我想恩弟父母早亡，弟弟有13多年，应得今日重逢。更令我所知的这公理来世不易，既是初犯，又是恩弟的亲兄弟，你将他官降一阶，既是今天也就是了。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你难道这官方之后除了忠心就是正心，再又是正心心正心，这世上再又是正心心的小的例子心里自己激动相亲，李凤鸣他结党何罪？这是吕万同年发办，这是初犯，下之为民。此次郑大人请帮助。3两9年3件大事，哪3件？他出动之不变之水，又在当下不发毛，王之办法知名度，你要设法子在自公道。儿女，你非不是愿你来奔放，公子从我定堂，不管风风的我的女儿把你呀，说你举起这红袍，那三里走。为祈求你第三章，你娘我拜了红印把安家乡，苦惨淡把这自古读一读，正在平定之高高，这年来正是流于飘四方，诸臣交会转重阳，这都谁曾见过恨对对真子好自光，这真子做官用一生难
要在在弟弟在身旁，从今来都是做人动情要你不多许我这日君你看，我刚在路上边聚会，谁有应得难困娘，叫我女上他人爱里的把福永藏，福永藏。归上我